以色列甲哈马斯要为了停战，以色列政府指控境内的半岛电视台在替哈马斯讲话，所以以色列下禁令，要求半岛电视台停止营运，切断通讯密属设备。那半岛电视台是批评以色列打压新闻自由，违反国际法。在以色列纳坦雅胡政府下令查禁了后，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报上频道5号完全断线，因无显示用希伯来文发布的停播消息。另外，半岛设在耶路撒冷大使饭店办公室大门被打，以色列通信部长卡尔斯签署禁令，内容包含该半岛在以色列办公室没收广播设备，切断有线电视甲卫星公司对这频道的播送，而且封锁网站。This decision is a very dangerous one. Israel cannot claim all the time that she's a democracy, that it's democr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cutting and prevent the journalists to do their job, their professional duty to deliver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facts and the truth to the people. 保安国家卡达出钱设立半岛电视台，总部透过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的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讲以色列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违反国际法规，要找出一切影响的法律管道，维护自身权益，保护记者，来维护大众的权利。在以色列境内新闻报道会继续落去，未断去。We will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to the objective coverage that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以色列查禁半岛电视台做法，也引起真济人权甲新闻自由团体批评。以色列民权协会向最高法院提请诉求，要求发布临时命令推翻这项禁令。外国记者协会是在声明稿当中指出，以色列即马加入查禁媒体独裁国家俱乐部，高警告纳坦雅胡即马也无权利针对其他会认为无友善的外国媒体分布。加沙战争爆发7个月内，已经有超过100个记者殉职，其中96人拢是当地巴勒斯坦人。刺杀世界新闻自由之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的第31届世界新闻自由大会，就将今年的新闻自由奖颁予所有报道加沙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表扬因在面对困难甲危险环境的时阵，表现出来勇气。公视新闻王慧文评论。